精神各位隊友，周日嘅泥草滑賽10場賽事係結束咗嘅，到咗期未續費嘅會員咧，有時間咧就去續費啊。周日嘅賽事咧應驗咗一句咧，就係叫閒船跑馬咧三分險啊。有兩隻馬咧出閘咧就碌咗個騎士落嚟嘅，賽事咧亦都相當之精彩嘅。各位老友咧，有時間咧可以去睇睇我嘅強弱組分享啦，同埋嗰個跟進馬嘅分享嘅。後邊嘅賽事咧，可能裏邊會有好多嘅寶藏嘅，大家可以去睇睇嘅。第一場嘅4班12米，2號呢隻佐治傳奇咧，出閘咧守住到第2啊，直路咧以為佢一比落去就有啦過啦，點知咧就過唔到嗰隻極上沙龍啊，後邊仲俾兩隻馬過埋，跑過第4啊。直路上咧，呢隻馬咧就騎師咧條邊好似天線咁啊，騎得都唔係好大力嘅。我相信呢隻馬咧轉戰去啲標準4班咧，隨時可以保中啊。今季嘅2場新馬賽咧，賽事水準相當之高啊。到時咧同大家去挖掘一下有冇啲咩寶藏馬嘅。第3場嘅4班嘅2000米。13號嘅風起雲湧咧，全場守住個第3個波蝕位，直路咧望空咧衝落去麻麻地嘅。呢隻馬咧就4班咧就冇乜嘢卓越嘅體狀態嘅，可能會翻快活谷會好啲。2號呢隻一致戰咧，全場嘅表現咧冇好好睇嘅，相信咧日後咧暫時唔需要跟進。第5場嘅4班嘅1400米，9號呢隻黃金騎士咧，留咗喺後邊咧，直路狂追啊，第2，追唔過嗰隻咧就鬥智波啊，嗰隻鬥智波話臨場落飛咧，即係佢倒水咁啊！呢隻黃金騎士咧就相信咧2仗之內咧就可以有所回報贏馬噶啦，一馬必超4班嘅，及後可以跟進。要一隻榮理雙收咧，上次係爆個冷腳，今次咧表現都唔差嘅。相信咧操翻 fit 啲 team 咧，一埋喺4班咧，隨時都可以贏馬保中嘅。第6場嘅5號呢隻奮鬥心啊，今次排過13檔，哇潘一哥咧犀利啊！一出閘咧揾位好似泊車咁樣，泊咗喺後邊咧。直路上咧左穿右插揾到空位，最後100米咧展現呢個一哥嘅風範啊！連環車輪邊附落去，直最後衝線嗰陣時咧就過咗嗰隻加州星馳咧，贏馬嘅贏馬咧呢個分頭都幾好啊，相當之正嘅。跑第3嗰隻咧係14號嘅巧硬光啊！兩隻馬咧出自同一組1400嘅強組嘅。第7場嘅2班嘅1200米，2號呢隻笑傲江湖咧出閘咧，果然按照我賽前分析一樣咧係利落，跟住個第6位啊。直路咧隻標之星河出頭咧，佢就跟住出頭，直路咧狂追呢隻標之星河啊！成條直路咧我大到聲都插埋嘅。可惜最後咧爭一個馬鼻位係追唔到嘅，我梗係嘔到成地血啦。但係第2咧位置都有8點幾咧，都可以收貨嘅。呢隻馬咧咽後咧就進步相當之大啊！今場嘅賽事，我相信咧呢隻馬喺2班嘅1200咧，隨時可以贏馬保中嘅。近期嘅賽事咧好多啲咁嘅馬匹嘅，第1場出咧一碟齋咁樣，第2場咧就回復翻嘅水準嘅，大家咧都要留意下嘅。第8場嘅4班嘅1200米，2號呢隻回當寧咧，出閘咧順利啊，守住個第5位咧，直路一攻而破贏馬，我都相當之高興嘅。但係咧及後咧就賽事咧就取消啊，當唔算嘅。原因咧就隻超理想咧就一出閘嘅時候捐咗出嚟咧，就調翻轉頭走啊，有危險嘅。當然啦，安全第一。即使係取消賽事咧，我都無話可說嘅。2號呢隻會當寧咧就
今次咧演繹咗次贏馬啦，必超4班一隻馬，下一場咧可以跟進嘅，但係缺點咧就可能會非常之熱啊！咁以上咧就係我嘅週日賽後嘅總結嘅嚇，多謝大家嘅收睇嘅，拜拜。